所以下午预登记或领表吗？下午是否要宣布参选了呢？这样说好了，其实各界都很关心啦哈。这几天中秋连假，大家也一直在追这件事情，我们也觉得对大家很不好意思，所以在连假之前呢，有特别拍了一段影片，跟大家讲说，中秋连续假期，郭台铭先生是很重视家庭的人，希望记者朋友们也能够好好休个假。那今天就是连假结束之后第一天上班，相信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的最新发展。那其实不管怎么样，在明天9月17号，郭先生一定会给外界一个交代跟说明。那今天不管说选或不选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候选人心中的定见。那基本上从今天早上跟他互动的情况看起来，其实他都已经想清楚了，就等他这个来跟外界说。所以下午是不是会开记者会对外说？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针对下午啦，或者是今天中午等等任何的时间点安排记者会的这个计划都没有。刚才开会的时候有完全都没有提到，就是关于参选准备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但是我们幕僚有这个试图去问一下，但是他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9月17号，也就是明天了，请大家多一点耐心，他一定会跟外界一个交代。是我那边有消息说，好像下午就要开记者会。谁的记者会？是柯市府要开没有接到消息，所以没有这件事。没有这件事，没有。那个蔡顾问今天早上也有来跟我们开会，所以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沟通都还蛮顺畅的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新这个同事报道，吴怡轩，他以前也都是跑这个柯市府的记者，所以表示说我们很重视跟这个柯市府之间的联系。所以蔡壁如顾问现在确定是算是进驻郭团队帮忙这样子的角色？还没有开始帮忙，因为他过来开会的话，他都是请假过来的。那这部分他其实还蛮注重这些细节的。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如果要一起合作，有很多必须要好好的沟通。那其中包含就是立委的提名啦，或者是接下来的怎么运作啊、联署等等，是不是要做这些细节都必须要进一步沟通的。但是因为这个郭台铭先生还没有对外宣布选或不选，所以这些幕僚作业都还是要先预备好。那传出董事长一些犹豫的点，是因为包含像是可能目前数据来看胜率不高，加上鸿海大股东的关系，是有这方面的影响吗？今天早上特别问他这件事情啦，他看了大家报道，他都看了。对，然后报纸的报道他也看了，他非常讶异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剧本跑出来？然后这些可以说都是捕风捉影，他自己觉得说，大家太厉害，可以写这么多套的剧本给他。但是要澄清的是说，真的没有这些事，这些都不是事实。连假期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国民党的友人来劝说郭董事长，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啊，或是不要参选，有这回事吗？其实陆陆续续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必须承认，不管是劝进或劝阻的声音都有。这当中当然包括他的亲朋好友等等。那其实郭先生他本身不是一个怯战的人，他也不是一个好战的人。做任何决定，他都必须要考虑到说，他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能够为国家好，为台湾民主好，为台湾的未来更好。所以呢，他在做决定之前，他必须要花很多心力去思考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。所以呢，他今天早上的感觉其实已经胸有定见了。那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就再给他一些时间，是不是明天早上不是明天啦，就明天这个中选会下班之前，好不好？再跟大家报告。他本人会去吗？没有，现在还没有确定时间。你们要领表了吗？这一题刚刚回答过了。目前没有领表不是吗？对，今天不会有这些动作，不会有记者会，也不会有领表的动作。如果是登记参选的话，他会本人亲自去中选会吗？这应该是属于幕僚的作业。如果说真的有这部分的话，我们会自己帮他跑一趟。